辛苦捱足大半輩子，日出捱到日落，廠房、地盤、小生意一磚一銀，儲落物業同積蓄，本以為退咗休就能飲茶行山，安享清福，點知踏入60歲之後，日日攤落床，輾轉反側，三更半夜大瞪雙眼，腦海入面淨係掛住層樓、銀行傳單，成日驚自己走早咗，血汗錢俾心術不正嘅晚輩吞走，物業俾遠房親戚藉住照顧名義搶奪，長期心亂如麻，心火不斷上衝，血壓日日飆高，手頭明明有大把積蓄，卻無安穩身體去銷售，大把長者捱到一身慢性病，臨終先發覺辛苦掙落嘅家當唔係被哄騙轉名，就係被人暗中挪用，想追討都無力氣，落得人財兩空，夜夜失眠，心神不寧。呢種委屈同遺憾，街頭10個長者，起碼7個親身感受過。唔好以為呢啲只係偶然遭遇，人過花甲，先天元氣本就由盛轉衰，心神容易飄散，屋企又缺少鎮心守財嘅物件，氣場雜亂無首，自然容易招惹劫財小人，專揀你夜晚獨處、思緒混亂嘅時候，趁虛而入。今日唔講空泛大道理，結合易經陰陽、居家氣場、中醫情志養生，再配上身邊街坊一樁樁真實痛心故事，講透5樣家家都買得起，唔使花大價錢嘅吉祥物件，擺放妥當，一邊安撫浮動心神，夜夜瞓到天光，一邊鎖緊屋企財富，守住半生賺落嘅物業存款，唔會輕易落入旁人手中。今日唔認真睇透呢層道理，遲早會因為失眠病痛、財產被奪，後悔終生。一輩子血汗，千祈唔好白白拱手送人。九龍紅磡有位陳伯，今年71歲，年青時沙廠做領班，捱足42年，手上握有2層私樓，銀行定期存住300幾萬，2個仔各有家庭，大仔眼紅老豆名下嘅家產，日日準時登門，噓寒問暖，專揀陳伯夜晚失眠、心智虛弱嘅時刻遊說，一會講樓市起伏不定，早啲轉名避開遺產稅，一會話自己仔女海外讀書開支沉重，要借用大半積蓄周轉應急。陳伯本來每一晚都要3、4點先勉強合眼，閒時獨坐屋企，總會擔心自己老來無人照料，見大仔日日細心陪伴，心軟之下半推半就，先將其中1層物業過戶到大仔名下，又轉200萬存款入佢戶口。誰知錢同樓宇一到手，大仔即刻翻臉變人，平時極少上門探訪，偶爾返屋企，淨係追問仲有無剩餘積蓄。一旦陳伯開口提起歸還存款、轉回樓宇業權，當場黑面指責老豆偏心細佬，唔識體諒後輩。陳伯日日坐喺屋企對住牆發呆，夜晚失眠情況越發嚴重，一閉眼就夢見大仔吞併自己所有家當，驚醒之後滿身冷汗，血壓長期維持180以上，醫院檢查確診心律不齊，前後入院2次調理，明明手頭富足，卻日日活在驚慌憂愁之中，完全無福安心享用。細仔雖然為人孝順，但物業存款已經轉移，法律層面難以追回。陳伯閒時時我傾訴，每講起此事都滿面淚水，後悔自己當初心神不寧，輕易信人，白白耗費半生心血。聽完陳伯嘅悲劇，好多老友記一定會心有戚戚。唔單止親生仔女，仲有遠房侄生、晚年結識嘅伴侶、表面熱心嘅鄰居，好多人專門拿捏長者心神虛弱、夜晚瞓唔安樂嘅軟肋，利用老人家孤獨恐懼嘅心態，哄騙財產。60歲之後，陽氣漸薄，心藏失養，思慮容易過重，入夜心神四處飄散，陰濁煞氣趁機擾亂居家氣場，讓屋企缺少守護心神、鎖定財富嘅吉祥擺設，財氣毫無遮攔，四散飄走，自然容易招來餘家產嘅小人。今日講嘅5樣物件，唔係天價風水法器，
價錢平實，隨時能夠入手。每一樣對應一種晚年隱憂，各司其職，積攢福氣，擺放得宜，就能令夜晚心神安定，輕易入眠，同時聚合屋中財氣。外人難以用花言巧語動搖你名下積蓄物業，逐樣拆解，配上街坊案例，講清易經五行道理，唔牽扯神怪虛談，只講人人切身可感嘅氣場同身心規律。第一樣，天然乾透，無裂紋老葫蘆，亦叫福祿葫蘆，係長者首選安神守財之物。易經講葫蘆五行屬土，土能安撫心脾，化解屋企雜亂陰氣。葫蘆細口大肚，寓意吸納四方福氣，留住屋中散財。小口代表財氣只入唔出，唔會輕易被外人哄騙取走。民間自古流傳，老人家臥室大門各掛一個乾葫蘆，夜晚心神不浮，減少胡思亂想，瞓覺安穩。同時阻擋外面小人攜帶嘅劫財殺氣入宅，唔會俾親戚晚輩輕易哄騙轉命借錢。我認識觀塘一位李婆婆，今年67歲，老伴走咗6年，獨自持有一層居屋同百幾萬積蓄。早年無擺葫蘆，遠房疾婦成日登門，夜晚坐喺屋企陪佢傾偈，專門講老年孤苦無人送終嘅說話，令李婆婆日日憂愁，夜晚瞓唔着，總覺得自己身邊無人依靠。次疾婦開口借錢，游說將樓宇做聯名持有，李婆婆都難以拒絕，前後借走40幾萬，仲差點簽物業轉命文件。後來李婆婆聽我勸告，買2個完整無蟲蛀嘅天然乾葫蘆，一個掛大門門框左側，一個放喺床頭櫃，每日睡前撫摸一下。短短半個月，明顯感覺夜晚唔再亂諗雜事，躺落床半個鐘內就能入睡，唔會半夜驚醒掛住存款樓宇，再有疾婦上門游說借錢轉物業。李婆婆心中自有定力，唔會因為孤獨憂愁輕易妥協。後來直接斷絕過度往來，積蓄完整保住，居屋亦一直留喺自己名下，整年無病痛，無小人打擾，閒時同老友行山飲茶，日子舒適自在。好多長者唔明白點解葫蘆可以安神守財。中醫講思傷脾，老人家日日掛住財產，脾胃鬱滯，心火上升，自然失眠難安。葫蘆厚重，土氣能夠平抑心火，收攝飄散心神，令你夜晚唔會輾轉反側。從風水角度，所有想哄騙長者財產嘅小人身上都帶有貪婪陰煞。葫蘆細口可以將呢啲陰煞阻隔喺門外，唔會入屋擾亂屋主心智。只要揀無裂口、無蟲蛀、表皮完整嘅天然乾葫蘆就得。千祈唔好買殘破葫蘆，殘氣會聚衰氣，反為不美。價錢平實，隨時可以買返，擺放得宜，夜夜好眠。財氣唔外泄，唔驚旁人係如你家產。第二樣，紅繩串五帝古銅錢，鎮宅穩財富，平息心中雜念，杜絕外人暗中挪用積蓄，專門應對長者驚慌失眠、存款無端流失、晚輩偷偷轉走金錢嘅問題。易經云金氣定驚，銅錢經歷百載人間煙火，承載萬家陽氣。紅繩屬火，火生土護財，串起五帝錢放喺床頭，財貴秋係，能夠穩定屋中財富氣場，令你名下存款物業根基穩固。旁人就算巧言令色，都難以動搖你守財嘅決心。同時銅錢厚重金氣，鎮壓心神，減少半夜驚醒、心慌氣短嘅情況，解決長者夜夜瞓唔安樂嘅根本問題。元朗開士多嘅黃伯今年69歲，早年辛苦儲落60幾萬養老錢，2個孫仔成日藉住買電子產品交學費向佢索取。黃伯心長遠，又夜晚成日失眠，一靜落就擔心孫仔唔成才，日後無依靠。次孫仔撒嬌求助，都會轉帳俾佢。短2年積蓄少咗30幾萬，士多生意亦無端冷清，
經常收假銀，丟失零用錢。黃伯日日夜晚捱到天光，心入面又老又悔。後來專門買咗3寸完整5帝錢，紅繩紮好，1寸放床頭櫃抽契，1寸鎖入存放傳單嘅鐵箱，1寸放士多收銀櫃底，堅持擺放3個月。首先明顯改善睡眠，夜晚唔會掛住銀錢亂諗，一沾枕頭就能安睡。再有孫仔上門索取金錢，黃伯頭腦清晰，懂得溫和拒絕，唔會因為憂愁後輩而隨意散財。士多收銀，再無丟失銀兩，收到假鈔嘅衰事。半年時間慢慢重新儲返積蓄。黃伯同我講，1寸5帝錢唔值幾多，卻穩住自己心神同財富，唔使再日日驚慌失眠，辛苦掙落嘅錢，終於留得住自己養老。好多長者會覺得銅錢只係風水擺設，實際唔係。老人家失眠多數來自財不穩、心不安。銅錢金器收攝散亂思緒，令你夜晚唔會不停盤算存款，驚人搶走家產。從人際氣場來講，但凡貪圖你財產之人，靠近你時身上陰氣會衝擊你自身氣運。5帝銅錢百載陽氣，可以抵擋呢種陰煞，守住你名下所有資產，唔會輕易被哄騙轉移。買嘅時候揀銅錢，無缺角、無大收息嘅，紅繩綁好，收納係私密抽契，唔好隨意擺放客廳，明眼處，財富宜藏不宜露，藏好先可以聚財守財。第3樣，小型實木財富儲物箱，專門存放傳單、樓契、銀行簿、證件、聚斂家中財氣，令所有財產憑證牢牢歸屬自己，唔會俾晚輩隨意拿取、偷偷轉名。同時木氣養心，安撫長者因為擔心證件丟失、財產被竊取而產生嘅失眠症狀。易經5行木主生，實木溫潤氣場，能夠滋養心神，減少思慮過重，夜晚心神平和，瞓覺無掛礙。財富箱藏起所有資產文件，代表財祿有歸處，外人無從插手你名下物業存款，從根源杜絕財產落入旁人手嘅隱憂。油麻地退休文職吳伯，今年72歲，手上持有1層單位同幾份定期傳單。早年唔識保管文件，樓契、銀行簿隨意放係，客廳抽契，大仔趁佢夜晚失眠、精神恍惚，偷偷拎走樓契複印。多次遊說吳伯去律師樓做轉命手續，吳伯一見唔見晒證件就心慌，夜晚更加無法入睡，驚樓契遺失，物業被人私自處理。後來聽我建議，買一個小型鎖實木財富箱，配專屬鎖匙，所有樓契、傳單、銀行簿、保單全部入箱鎖好，鎖匙自己隨身攜帶，唔交俾任何仔女親戚，擺放係臥室財位。自從所有財產憑證有專屬收納之處，吳伯唔再時刻掛住證件去向，夜晚心慌、半夜驚醒嘅情況大幅減少，每日瞓足6個鐘以上，精神充沛。再有大仔想借樓契遊說轉名，吳伯有完整證件保管，頭腦清醒，堅決拒絕不合理要求。物業存款從此牢牢握喺自己手中，唔會再有被哄騙轉移嘅風險。好多長者貪方便，將重要財務證件隨意擺放，晚輩趁機偷閱、複印，找住老人家夜晚失眠、心亂嘅弱點，軟磨硬泡，最終哄騙成功。實木財富箱唔單止係收納工具，更係居家守財嘅氣場載體，木氣安神，鎖具守祿，一邊解決你夜夜憂愁失眠嘅問題，一邊將所有財產憑證牢牢守住。外人無從接觸，自然唔會出現財產旁落嘅悲劇。揀用料厚實、鎖具穩固嘅實木箱就得，唔好買塑膠輕薄款，塑膠氣場虛浮，難以聚斂財氣。第4樣，迷你黃水晶擺件放床頭財位，安神定經，旺自身養老財運，阻擋身邊貪圖你積蓄嘅小人近身。黃水晶5行屬土金並存，既能滋養心臟、平定心火、改善長者思慮過重、通宵失眠嘅問題，又能生旺自身正財，穩定你名下所有固定資產，
令貪心親戚晚輩一靠近你就會心生顧忌，唔敢隨意哄騙你轉移財產。民間相傳黃水晶係長者首鹿石，60歲之後擺放，減少財務是非，夜夜安睡，財祿不流失。屯門獨居張婆婆65歲，丈夫遺留一層單位同百萬積蓄，有個隔房侄女成日過來陪伴，表面孝順，實則眼紅婆婆家產。每到夜晚，張婆婆失眠心慌嘅時候，就不停講身邊老友將樓宇轉俾晚輩享福嘅故事，蠱惑張婆婆將物業聯名。張婆婆本來夜晚成日心慌，聽得多就心動，差點簽署聯名文件。後來入手一塊細塊天然黃水晶，放喺床頭櫃左手邊財位，堅持擺放1個月，明顯感覺夜晚唔會亂聽旁人蠱惑、胡思亂想，躺落床就能安靜入眠，頭腦時刻保持清醒。侄女再遊說轉名，借大筆積蓄，張婆婆一眼看穿對方貪心，直接減少往來。樓宇存款1分1毫都唔會輕易動，整年無財務損失，身體血壓亦穩定，唔再因為憂愁動氣。好多老友記覺得水晶係年輕人玩嘅嘢，唔適合長者，其實唔係。黃水晶溫潤厚重，專門化解長者憂財失眠嘅症結，心火過盛、心神飄散，先會通宵難眠。黃水晶土金之氣，可以中和心火，令你內心安定，唔會成日驚財產被人搶走。同時水晶自帶純正陽氣，能夠沖散小人身上貪婪陰煞。但凡想傳餘你家產之人，靠近擺放黃水晶嘅屋企，自身陰氣會被抵擋，難以用花言巧語動搖。你唔需要買巨大昂貴水晶，細塊通透無雜裂紋嘅迷你擺件已經足夠發揮作用。擺放床頭，唔好對住鏡子，保持乾淨，定期用清水擦拭，氣場順暢，安神守財，效果更佳。第5樣，小型常綠金錢樹盆栽，放客廳東南財位，生旺屋中持續財氣，修復長者耗損嘅心神元氣，解決長期失眠、體虛多思嘅問題。金錢樹葉片圓潤如銅錢，五行屬木，木生火養心，長者陽氣虛弱、心氣不足，先會夜晚輾轉反側。金錢樹生生不息嘅綠意可以補充屋中溫和陽氣，平抑鬱結心緒，令你夜晚無憂好眠。從守財角度，金錢樹主守舊財、生穩祿，專門保護老人家辛苦半生積落嘅物業，定期存款，杜絕無端破財、被親戚哄騙散財嘅情況。只要盆栽詳細、翠綠茂盛，屋中財富就會穩固，外人難以奪走你半分血汗積蓄。沙田退休地盤老王，67歲，捱地盤幾十年，儲落2層樓同80幾萬存款。個仔試到次次輸錢就返屋企，趁老王夜晚失眠、心軟嘅時候哭窮借錢。老王憂心個仔流落街頭，次次妥協借出，2年之間借走50幾萬，仲差點抵押其中1層樓。老王日日夜晚捱到天光，心口翳悶，體重暴跌。後來買一盆細棵金錢樹，放客廳東南角落，每日澆水打理，觀察翠綠葉片，慢慢內心平靜。夜晚唔會再因為個仔嘅事胡思亂想，睡眠質量一日好過一日。面對個仔借錢嘅要求，懂得堅定拒絕，唔會再心軟散財。之後金錢樹長勢越發茂盛，屋企亦再無謂破財，2層樓完整保留，剩餘積蓄妥善存定期。老王每日打理盆栽、行山，身心舒暢，有錢亦有好，身體慢慢享用。好多長者唔中意屋企擺盆栽，覺得打理麻煩。其實金錢樹極易養活，唔需要頻繁澆水，淨化室內濁氣，同時滋養居家陽氣。老人家長期處於陰鬱多思嘅狀態，屋企缺少生機，心神自然無法安定，夜晚失眠成常態。金錢樹嘅生氣可以調和屋中陰陽，減少你心中憂愁恐懼。守舊財嘅寓意更係針對晚年長者。年輕人嘅財氣宜動宜生，長者嘅財祿宜守宜藏。
金錢樹恰好平衡呢點，令你大半輩子爭落嘅家產完完整整留俾自己養老，唔會俾貪心晚輩親戚隨意耗散。好多老友記會問，點解人過60總會有錢冇命享，夜夜瞓唔安，財產易落旁人手嘅通病？今日簡單講透底層道理，唔講鬼神，只講身心同氣場。首先，60歲係人體陰陽分水嶺，先天元氣由盛轉衰，心脾機能變弱。老人家一生積落嘅物業存款係晚年唯一依靠，日日懼怕財產被搶，老來無依，恐傷腎、思傷脾，心火長期旺盛，心神無法歸位，自然通宵失眠，長期睡眠不足，五臟虧損，就算手頭富足，亦無福享用。以上5樣物件，五行互補，調和屋中陰陽，專門平定憂思恐懼，讓心神歸位，自然夜夜好眠。其次，長者屋企財氣宜藏不宜散，無吉祥物件鎮守，財氣四散，貪心小人身上陰煞，輕易入屋，專揀老人家夜深心智薄弱時蠱惑哄騙。5樣物件分工明確，葫蘆黨外煞，五帝錢揾財富，實木箱鎖正件，黃水晶破小人，金錢樹守舊財。5道防線守住半生血汗，財產自然難以旁落。好多老友記仲會有顧慮，話自己仔女孝順，唔需要擺呢啲物件防備。其實我從來唔係教大家懷疑所有後輩，人性複雜，面對大筆物業存款，就算平日孝順嘅仔女，亦會有貪念升起，何況遠房親戚、半路相識之人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易經有云：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；藏財於庫，防患未然。守好自己嘅財產，唔係冷血，係保護自己晚年尊嚴同福壽。唔好覺得擺呢5樣物件係猜忌親人，只係調理居家氣場、安撫自身心神嘅養生手段。就算仔女真心孝順，你夜夜無憂好眠，身體健康，唔使仔女長期奔波照顧，亦係減輕後輩負擔，兩全其美。千祈唔好因為顧及情面，放鬆對財產自身心神嘅守護，等到被哄騙轉走家產，一身病痛失眠先後悔，到時一切都太遲。再同各位長者拆解5樣物件各自嘅擺放禁忌，千祈唔好擺錯位置，反而適得其反。首先，天然乾葫蘆唔好擺放係床頭正對頭頂，亦唔好揀裂口重鑄殘葫蘆，大門掛左側，床頭櫃平放就得。其次，紅繩5帝錢，銅錢缺角，大面積受食嘅器皿唔好用，收納係抽契。鐵箱內唔好隨意擺放，客廳明處財宜藏不宜露。第三，實木財富箱唔好放係客廳當眼位置，一定要鎖好放臥室，鎖匙自己單獨保管，唔好交俾任何親友。第四，黃水晶擺件唔好對住鏡子、電視熒幕，避免反光煞衝擊心神。床頭左手邊財位平放，定期擦拭保持通透。第五，金錢樹盆栽唔好放臥室，一定要擺客廳東南財位，葉片發黃及時修剪，保持詳細翠綠。唔好擺放廚房、廁所旁邊，廚廁濁氣會破壞生財氣場。跟足呢幾樣簡單規矩，5樣物件先可以發揮安神守財嘅最大效用，唔會白買浪費金錢。好多老友記閒時同我傾偈，話退休之後只想安靜度日，唔想時刻防備身邊人。但其實真正嘅晚年安樂，唔係毫無防備嘅坦誠，而係心中有底，家有守護，自身心神安定，財產有所依託，先可以真正放下掛礙，享受清福。讓屋企缺少鎮心守財嘅器物，氣場散亂，日夜思慮財產安全。就算身邊無貪心之人，你亦會日日失眠心慌，損傷自身福壽。有呢5樣物件守護，一邊安撫心神至失眠，一邊鎖住半生血汗積蓄，內心從此安定平和。
夜晚一個到天光，手頭積蓄，物業牢牢握係自己手中，晚年福報自然源源不斷，唔使臨老為銀錢，睡眠終生後悔。今日呢番說話，每一句都係幾十年觀察街坊長者得來嘅真心勸告。各位老友記返屋企之後，對照自己屋企，缺邊樣就補邊樣，好好擺放打理，守好自身健康同財產，下半輩子先能夠真正舒心自在，不枉前半生辛苦捱過嘅所有風雨。